了后，无跟无法修。我若无法修，你讲无法修，但是起码呢，我是讲咱修圣人、修佛、修佛法、修大仙、修真言，咱嘛会当依亏了，略道轮回，当依亏了略道轮回，达到这明日做书，这个教啊，当然明日的教啊，就是咱，所以这个要求，实在讲，达到最完的，就是看咱的心，就是我实际上面讲的，我们有先生讲，我讲，我若心做了这条路，心做了这条路，所以咱甲后日。一家车子碎坏了，一事无成，这个遗憾感叹，感激到你这个小孩。书说一意各外，逆变破书，天罗莫变佛后，莫作世间必切，因为修行调伏心表，心正好好。非我为准，也非见法，这个叫做老师。这有人讲了后，他总结做交代，讲书说一意，所以解一句，结了后，各啊解了一句。逆变化做啲大条，我若见到了后。莫作世间一切甲有咧，我若规口去了，有啲人像世间人咧，好甲悲伤，好甲目睭啊，落山啊，做花咧，慢慢往心情掉落，人家己掉落，慢慢心情好，心情好，那安尼呢，规模变做这，你若做这发出来，这就是另外一。也非正法，但是正法是啥呢？所以是因为人讲，在生就大，靠需要的八戒靠，在生好好修炼，靠咱规方面了后，为相信，为挽救，为利他，这样世间人的这个行为。咱求得、读得，咱心中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所以咱唔爱说做做世情必须这个代志，这是正常的这个理由。所以其实六道大书虽然结婚之后，各错在9岁，你年以后要好好的安住。但我结束以后，你也不要像世间人，世间人情绪发泄一样，悲伤、痛苦、流泪，这个是他人变调、慰问加皮笑好，这叫做伊个等于以后来搞这个做事，所以讲到真人，咱后边人嘅等于。那么咱哋先讲，我哋嘅表现就係咧，我嗱為頭先就係咧，講我若需要，點解我前途需要解決？講我若需要，點解我前途需要？然後前日我打我愛啦，點從前日我打我來，前途需要，我爸爸快樂，你打就需要，我就做我嘅，有個大叔。所以这个结婚了，你甲大家讲，你们以后要好好啊，就是讲你们以后呢，好好事业，较定性爱好好事业，这个安住呢，好做这个艺术保护作品爱好好将你心安落来，将你心定来但我若多以后，你们唔通像世间人。情绪发泄一样，我若规方面下，你用世间人
个讲起来，来讲大话啦，那背后要有统治，才会讲起来。可是就做很多书一定来交代啊，交代嘅重点是嘛，因就唔系关键嘅，悲伤痛苦、流泪，历史修他人，变调慰问，判上效果，只系用人相信，唔能靠，唔能那么快，唔能让别人来看变调，让别人来看慰问，爱情好上好，这样唔是我嘅做，你哪咧做唔是我嘅做啊？并不是修正法的人所应该做的代志，正常是修正法的人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伊咧会讲伊做厉害的代志，都搞在好。我教授伊咧会讲伊就看你做加法，然后就让人搞在好。真正我呢，马上大家都好啊，帮忙跟你好，你也帮忙很好啊，帮忙很好啊，忙全部打好啊，我发现机会，就到来说个这个讲，咱是个合作，咱在生那样子，一做生的就变去做正常些，就顾为爱子，控制身体，因为囝，因为孙子身体好，因老朋友身体好，这是一种身体。然不老先人身体是嘛？不老先人的爸爸妈妈都先多少所以咱比较最重要就是从这个时阵要发心，要能做。但色出本性，见主本性，无道无见，无心无愿，无去无来，笑无喜无悔，无知无我，飘逸定心灵，不会魔影，兼在作逆，兼逆正性，我们大后一处修炼，如我在因若为我教。像我大师亦无有缘来讲系交代了，但是我都在讲，但色嘅本身，会当了解嘅本身，是讲你单爱修行，爱用心见性，烦恼用心就不当见性，所以咱当色主本身，就当见主本身，当然色主本身。当我的电视台分享，咱就明白，心是性之用，性是心之体，所以就咱见到咱的本体，无道无情，咱的本体就是本来真正无道无情。来到这，道与情呢，是咱这个心在来运用啊，无心无愿，细腻。是这个事情啊，相信伊无所以我呢，以前听咱的经典讲，世间有相命观，就有相性观，我讲西方嘅，只要对，哪个派人来相性观就相信，有相命观就有相性观，所以这个物件无先无变，无去无来。无是无悔，本来就是损失不过的物件，所以无是无悔，无知无我。轮回是这个名叫轮回呀，就现本来是轮回。所以从理变心理，因为我看到我们大家心都叫未满意，我在讲我在搞听未对，不会可以。我同意这位我在讲的真正意思，兼在作逆，我今日我再来经历，真正逆正性，互你大家会当真正正性，正视你的本性，我哋都话。
此修炼，我就因大家啊，因照这法则去修炼，人我在理，那真正我要伫咧，伫咧的生活边实上，若为我教，若违背我的教育，若违背我的教法，上我在理。哦，我你讲我到世间，一无有人，拿无来的，拿无来的。所以呢，做人做事要正直，19代、89代、10万、100万，就是讲你若认真去实验，啊，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个理念是不懂不假的理念，哦，不懂的理念，绝对不能叫你们理念。啊，真正来讲，只希望你们认识自己的本性，验自己的本性，啊，不要误导自身的空性真力量，啊，理解到了。我来这边，讲较老师的特别感恩交代，只希望你们认识自己的本性，咱有就是咱的本性。真正，咱就当认识咱的本性啦，可以，咱当无认识咱的本性，咱哪当认识咱的本性，所以咱就当纪念咱的本性，所以连这个真知性，变知性，啊，因为咱就无法度了解咱的本性，咱就无法度去体会咱的本性，不然有互动。的心甲空性之间的两行，修炼、就是爱动，啊去做，哦，修就是改，伫咱言语当中做一个唔对，咱就来改，哦，唔通一个心无变掉，哦，一个心讲讲，我就讲有条心空，安尼就好，伊讲空性之间的两行。因为出现是没有先也没有变，出现之内就不先不变啊，没有来嘛无去啊，你嘛无来，你嘛无去，本来就是一样的，并无是较好，出现的本体就无是非啊，哦，所以就做要让别人做事，要让这两个人。也是一种啊，两个也是工具，不属仙不属恶，你慢慢去仙加的恶，这大是你真正问题啊，这大是你啊真正问题，所以呢，就是不是哪无不样，但要有无助的心，价值有大有。他忘记啊，咱一定袂使注意这一项，袂使注意这一项，但袂使注意本啊，袂使注意见啊，袂使注意观，袂使注意。那么答案呢？咱这个心教导做人应该做的看法啊，所以呢，就不会有他忘记这个不对的事情，哦，我讲那里面心中，那就未晓，已经做事的想法讲，但是心外心中呢，也个未晓，啊，未满甲怀疑在一起啊，所以不能体会我的意气，咱若有未晓，咱就去体会，哦，能做出本身真正意气。现在再次教育，你们一番，我现在呢不再再次，过来跟点名一番，无非就是相信你们得人良心正直，我的意思，无非就是用相信你们大家拢当真正良心正直，啊，当我们到之后，你们都要照我所说的方法。去写，我不讲你啊，你大家我们叫我们点交代方案去写，哦，连这样子
就如同我在这个世间一样，你若当叫我去讲安尼做，就亲像我伫世间做啥，同样违背我的教导方法，较属于若违背了我的教导的方法呢，常言我容人在世，对你人来说，但是没有报酬啊，较属这个，你若安尼做，你若违背我安尼讲的方法，啊，无照我安尼讲安尼做，那亲像讲。虽然是讲我亲像我个毕业，而且这间对恁来讲是无甚好处。